如果過嚟越南玩一個星期，雙城記玩邊兩個城市好呢？第一個胡志明加芽莊極力推介。我哋第一日咧落地胡志明啦，感受咧最頂級嘅電音酒吧文化啦。第二日胡志明市區景點全部打卡，空中咖啡啦，亦都包括我哋市政博物館啦、市政大廳啦、開篷巴士，亦都包括摩托車導遊，全部玩轉晒。第二晚我哋亦都可以感受一下越南嘅頂級 KTV 啦。第三日我哋咧轉戰去到芽莊，大概咧坐4到5小時啦，瞓覺大巴瞓住去啊，去到芽莊梗係食翻芽莊最平靚正嘅頂級地道海鮮。跟住咧我哋第二日咧喺芽莊咧繼續啦，出海跳島、浮潛釣魚，樣樣齊。最後一晚我哋轉戰翻去金蘭灣嘅頂級度假村，感受咧呢個咧休閒度假。整條路線咧我哋預計咧會用7日6晚啦。咁你可以感受到啦，胡志明最正嘅夜生活，芽莊最正嘅市區出海遊，最後喺芽莊嘅金蘭灣感受翻個休閒度假，成個感受咧由動到靜啦，越南雙城全部玩晒。有需要嘅話咧，評論區話俾我聽你想了解乜嘢，我都有助理咧會報翻成條路線話俾你知。